各位聽眾，歡迎你來檳榔學見的節目。這禮拜我能夠再對對來聽鬼的故事。這禮拜我能請到兩個查某鬼來跟我人講。查某鬼，這個是新加坡的聽眾。豆花，歡迎豆花。大家好。然後個有我人三八布魯多多。大家好。三八布魯多多咯。我睇面我到到咯，咪是啲病啦。我睇下係咪 country 啊？咩國家？啲 Malaysia 啦喲。Make sure 啦。新加坡跟馬來西亞，你屋企只啱一兩年，你一兩年你本來講講鬼嘅故事，當佢往成請即個豆花成講伊豆花在做鬼故事，你佢看到鬼嘛？頂到是頂過節嘅事，頂過節嘅事，咁樣講伊鬼嘅故事就是講伊到啲名成困嘅事，變過去是一個查某講你的錢那邊，你不是要我的錢嗎？什麼嘢啊？是咯。แล้ว如果講下，即係如果係咪物件，自己經驗過即係鬼嘅故事？我有經驗過是，因為我是stay 啲ground floor。你是樓下站。樓下厝。then 我suppose 愛轉厝嘅時候咧，是愛行 towards 我嘅厝是無？伊是 face 掉我嘅窗仔門啊，window right。then 我有一擺我就看到有啥一個人徛掉佇我嘅窗仔門看掉我啦。then 這是你嘅厝，白衫。你厝內面啊？我轉厝嘅時候then 我是無想到是鬼啊是咩啊，我是想到是我的parents 我的因為有時伊人看到我轉來，伊人會徛幫伊鬥嘛。then 我就因為我不熟噶，好像我看你看我咧，我驚轉厝安尼看真正怪，所以我就看塗骹安尼看驚啦。then 轉厝的時候咧，我的門是關掉的，但就怪嘛，因為也是我的mother看到我轉來，伊會甲我開門嘛。then 我就敲門，then 我的老爸就行出來，then 伊是穿brown 的衫，chocolate 色嘅衫。chocolate 色嘅，then 我就shock 啦。對成驚咧。then 我就問伊阿媽咧，then 伊就答我媽都不佇厝哦。所以唔知影是佇點徛幫伊鬥哦，因為我出來是我人三個爾。你到底迄個厝誒，迄個窗仔，講你行入厝誒時，到底厝窗仔會看出來，伊是下邊是廳咧，還是房間嘅啥物？廳。到底廳誒。伊是好像徛到伊邊，安尼看出去安尼看咯。看出來，你看到是你是伊窗仔是有冚無啊？啥物？無冚，但是有伊個window grill。伊鐵機看窗櫃。鐵花哈。對。特別你面咧，你看到伊面咯呢？其實我無看真久。你再講伊有人徛在邊啊？你無去想嗰時係人是鬼係什麼啦？你無直接去邊去看伊面係什麼啦？我就照了。你就看落頭看。因為我不是噶。你無是家才你看我看你安尼行了啦。真正怪，我無是噶。了你看，了你是嚇到你甲你爸講個呢？
我甲我爸讲，咧我爸就答无人啊，咧伊就来哎呀有可能是观音妈啦，是咪啦？哦，哎呀，莫甲伊讲安尼济啦。哦，然後我問但是你是細細漢嘅時會看到咱嘅物件？無逐擺會有時會有時袂，特別你細細漢時都有經驗，咱嘅物件咧。你會記頭有一擺看到嘅時，時是甲幾歲哦？我聽我媽甲我答，哈，好像是真細漢，因為我袂記了，伊是哦，因為我是 only child 嘛啊， ，then 我有一個互我算嘛煞的房間啊，古擺啊，佚佗嘅房間啦，then 我的 mother 伊古擺無做工，伊是家庭主婦啊，housewife then 伊有甲我答古擺伊有聽着我家己甲家己哦，甲人鬥的，講話，但是好像有甲別人講話安尼款啊。哦，但是我一個人佇伊個瑪莎的房間啊，then 有一擺伊就聽着我佗鬥誒，then 伊就開門，then 伊開門爾，伊就看着好像有一個瑪莎加落落來，是來好像有人壓掉咧，伊開門伊就加落落來安尼款。喲，吉利， then 伊你是then 伊啊，然後你袂記啦，我袂記啊，我較細漢的時候，哦，嗯。是這吉咧利，伊有問我會記無？但我袂曉甲伊答是佇點的時候，我袂曉，較細漢。但係我唔知聽到應該，你明白嘛？嗬，應該你覺得無差唔多無掉酒都無。意思講啦，伊只特啲佚佗嘅媽媽誒房間嘅位嚇，你佚佗時，你媽聽到你甲人講話，你是開門時，物件啥子，媽媽物件夾落來，成個到啲頂面天，咁樣夾落來鋪啲物件夾落去嗱。對，你記着我阿媽。你未乖嘛是人咪講起啦，你有機會想要甲捌着朋友，還是想你當然大對一個朋友調下，你有想啊別人，你有想講你會笑嘅是啊，咪還是有明白你可以看到你物件呢？伊人相信咯。相信你。對，所以伊人會好像我答怪怪的，是咪？伊人就 OK，你莫去了安尼款咯。伊人有聽我答是咪該安尼款咯。然後我有一個故事是唔是我的啊，是我的 cousin 的。留條聲，我俾下另一個講下。了三百步呢？我係食底爾嘅喎，佢一個講聲，我係外講規隻兩件嘅嘛，對。所以伊就，I think 我特別寫下，我到底到時講嘅，我後頭特別講。唔要叫我記。無咧就我會記，我會別記。我記嚇。然後伊咪是規隻有一眼界白白兩件嘅人嘅嘛，然後伊有參會上白白念嘅，然後有個人唔是會上，特別規隻本直兩件嘅嘛，咱是。上個伊啊，佢唔是想上個人咪是有念經，佢直直念，我所咪是伊朋友是大對大白白念經，所以我就當樣去吉樂寺白白念經嗰陣，然後咪是這條我伊無甲我講吉樂寺安尼大到底是倒一格念經啦嚇，然後就參條吉樂寺嘅會上，個了用唔知有 maybe 7-8人，甚至幾千人白白念經，我念到一半嘅時候，伊講。我手掌嗰邊就看到一個影，你就知哦，你看呢？然後時影個了就變過去看了時候，嗰個影就慢慢上個出現了，你看頭樣看。哦，看哪來那邊嘅看。係那邊啊！一看到一甲我講是穿清朝嘅衫啊！清朝是講你入阿來嘅衫，又入阿來嘅衫。嚇！
入阿來是清炒嘅咩？唔知啊，伊無啥，伊只古力布咧，是伊長長嘅呢。確誒背咯。啊，對咯，入阿來。膚色嚇，你講情膚色嚟個，因為是即係你講嘅，你講嘅啦。就古人在十幾年前未試是咁講嘅。呢陣時一樣。這陣時冇試嘅，同你講。試過啦，係試嘅，我咪冇試咯，直接咁。就是咧。你講一樣就叫入手叫伊來咯。因為樣就講，因為樣就嗰陣時就屬個聽念經嘅物件。係屬個聽佛經啦。啊！伊就叫樣就咧就入手叫伊講。叫伊，哦，有幾多人看到？有規定念經人，幾多看到？嗰時有幾人叫伊看得到，唔是一個人看得到呢。伊招啦，日手叫伊來。嗰啲規隊日手先叫伊來看啦。啲要行幾步來去啦，after that伊唔敢行我來啊。像是伊樣其中一個就亞來得下。拍飛機。拍飛機。拍開啊，嗬，就行我伊你知啊。行我伊啦，愛叫伊來到見啊。After that，佢哋故意咪是走咗咯。冇去啊，嚇！一行開我伊嘅時，伊就走去啊。你驚？特別我同你講係即清朝嘅衫，嚇。但我讀中學嘅時候。你捌看過？冇，我冇看過，我讀平華嘅嘛。然後有一個平華中學嘅同學嗬，佢希望我在讀 Form 1嗬，先是。然後伊就教我講，那伊有幾日子冇來等，然後我問伊咯，你為什麼前幾天沒有來學校？然後時伊就講，我爺爺去世嘛。然後伊講，那你能來？然後我就講，哦，是啊。那時伊就教我講，你真係不要聽華語人，你嗰時講伊公司咧未來。公司，然後伊就講，冇來學啦，冇來，唔知啥時啲啥節是過節安尼啦，唔知辦幾節，我本未記啊。然後 after that，伊就講伊就教我講，伊講嘅故事嚟講，你知我係公司了後，我係爸一人去搬伊嘅嗰啲衫出來啊，嗰啲。清朝嘅衫出來可以穿。哦，你知咩事嚇？你講一聲。你就講嚇小啊！等你係咩年代咧？個很清朝嘅衫。你我個講嘅呢，你就我個計講咪就係，我接落嚟嗰時300呢，我就講有呀！你講定嗰啲中國做清朝嘅哇！你看伊嘛是真老了。伊嘛是90幾歲，你講伊嘛是嫁嘅羅貝姐莫帶皇帝做。你講嘅係款苦仔，我唔是做官嘅啦。伊個看教我講，伊講我講出事是過了清朝嘅啦。你講你個講咧，你真係好啦，沙家改清嘅，講沙家改清啥子鹹啊，你可以清嘅。你知是係咪啦？行來哦，唔知，即係有時即係冇默嘅，講當劍橋，就怕你講即係你講，但係落海就唔見啊！講即係冇白，其實伊本冇看過，定當時講唔知似一朋友嘅處事，唔係幫咩事，請佢時看到自己清朝嘅衫。我講啲清朝嘅衫上面，即係人是叫做壽衣嚟嘅，係啲你是所以死去咧，死嘅人好像穿嘅，死你咪出山嘅時，成日你接過茶嘅時，你特別好像穿嗰啲壽衣啦，成日穿啊壽衣，壽衣所以我就自己講要壽衣啦，是咯，所以即係你唔是你清朝嘅時代啦，咁是要穿嘅，可能壽衣嘅嘅，所以應該是啦。都往時都看到你冇定掉嗰時清朝嘅事，特別清朝時是入阿來，咪是入阿來嚟我唔知即係再入阿來是最主要啦，即係豆花都真係入阿來是最主要。我未記咗咯。入阿來耶亞來啊，耶亞來是叮當嘅是唔是到啲中國嘅來馬來西亞人種呢個傳話入阿來。History 有讀過 History 係歷史嘅嚇，但係說馬來西亞 History lesson 都困嘅。入阿來
入阿來嚇，入阿來入阿來，你去看入阿來上一隻鏡，你去隨 Google 入阿來看。伊是客家人嚟喎。好先。好。入阿來，即是入阿來是188年嚇，意思是137年。是活喺清朝嘅時代嘅。哈，伊講係咪 also known as 入迪來哦，入茂蘭啊，咁叫，我咧字名啊。特啲瓜蘭波 commercial mining 嘅啦，是成日定到是成啲人啦，咯。特啲即係馬來西亞是特啲瓜蘭波嘅。你去看啊，就看先，你去看有幹嘛生個哩啊？你看。但係我特看清朝嘅戲，我感覺用假唔一假鹹喎，穿咗清朝嘅衫，真水喎。我真有型下，真有鹹下穿啊！我開始啲較俾笑啲好，有一個大門先我攤到對去。哦，清朝嘅大。清朝嘅自己誒，個到對嚟好似雙分嗬。咁我就前日清朝嘅衫未做咩？那我那搞一個。哎呀，啲中國乜嚟做啊？啲馬來西亞你都寫咗啊？你這演喎？啲中國嘛，樣就 Four Seasons Country 嚟被做嘅。你summer 咧？係咯嗬。summer 是清哇，你那有清朝 summer fashion 喎？未必有 summer fashion。然後 OK 咧，講到啲，你是你隻人是穿嘅，收耳都是穿嘅入阿來肯嘅衫咯。我知，應該嗰啲一看啲冇可能是出做官啲嘅落試過嚇。特別有可能咯，冇有可能本來其實你嘅落試，安尼古嘅歷史啊嘛。然後你誒用國家是你人中國人嚟做生意，事實入阿來樣年代時候，佢本來有可能嘅嘛，真係有可能。哦，是咯，就像個嗰啲孫中山咪來過檳城本嗬。你都叫做啲即係豆花嘅人講伊嘅你講你佢啲 cousin 咧嚇。我嘅 cousin 是見啦爾，伊3、4歲爾。然後有一擺咧，我人就去伊人嘅厝食 dinner 嘛。then 伊 mother 就甲我咱帶伊去 zoo 啊。咱看到伊個燒啊？嗰啲咩？燒係狗係燒是。then 伊唔是有兩個真大嘅喙齒咯。對。then 伊就打伊是韓都。我人就來去笑伊啦，就甲伊打。哇！我人安尼大都無看到韓都，都看到韓都啊！韓都是做咩款呢？安尼款。then 我人是，伊是看到伊海狗。伊到啲 zoo 呀，到啲 zoo 看到。then 我人是 expect 伊是 describe 伊海狗係咪？then in the end 伊是。用伊個 action 甲one word 啊。係咪？一句。一句安尼款甲阮咧 describe 是一個人哦，吊佇面頂安尼款。吊阿莫棍嘅吊啊。哦，但係伊看到物件是甲咱看物件無像啦，咱小嗰陣時看到你笑啊。沒有，我人問伊韓都嘅時候，伊唔是 describe 伊個 zoo 嘅啊，伊是看到別位安尼款啊。切驚嘅物件是，伊看會知影伊個湯真正長哦。伊指啊，伊指只長。伊個3、4歲嘛，哪會曉？then 我人就驚到then 伊馬路會使看 Kids Central 爾Kids Central TV 無這個物件誒嘛then 我人就去問伊個工人啊，但你有甲伊答是毋無then 工人嘛是答無
嘛是嘛人有人甲伊3、4岁搭即支物件个。对。伊 describe 伊讲出来物件，甲老师在吉利啦，成日就看到这。特别伊本叫伊拢是叫做汉都啦，拢是叫用河南话本讲汉都啦。因为伊是伊 mother 是唐人，伊 father 是黄囝。哦 ，OK， 所以伊爸是河南，咧是嘛是唐人。伊是讲伊是讲汉都咧，样是拢头到底 zoo 是拢是看到你小拢叫你小汉都呐。咧伊甲人讲嘅是伊是 after zoo 嘅是甲人讲伊看到汉都啊。Then after 伊 zoo 嘅時候，我人是問伊about 漢都，但是伊甲我人 describe 即個咯，但我人嘛是毋知影伊第時看到嘅咯。但是伊是甲我答是佇個森林安尼看咯。伊到伊厝呀？伊無答，伊袂曉答。伊毋知搭路，是講搭啲厝頂嘅，我看特別無講搭一格厝頂啦。zoo 厝頂嘅咩？無伊講無得到，伊無得到講是搭啲 zoo 嘅本。冇得到一間，伊是 immediately 現時 after 去 zoo 對嚟講，伊看到漢都呢，還是過一站是？好像是過了幾日安尼看我人去伊厝食嘅時候，你問伊你伊甲我答。你咪是嚇到嚟厝人噶啦咯？是咯，我人。攏總下叫咯，然後我媽仔就答賣問伊了，可以飛機去安尼看啦，因為伊看起來是袂驚啦，有可能伊毋知影是啥物件，就賣去賣伊安尼看啦，了你家己伊是安怎嘅親情呢？伊是你嘅媽嘅邊嘅親情，還是爸嘅邊？伊是我買病，我買妹，買小妹，，OK，是伊媽的，你有感覺到可能是你嘅家庭內面人有可能會看到，你成個 because 真係人講你厝內是講你一個人會看到啦，你較濟咧你厝內內面人咧有夠會關係人較濟本嚟啦。有可能嘅，因為我會cousin另外一個 cousin，伊當時是我人做者算大嘅啊，做者啲大漢嘅伊嘛是有看到。伊是唔是你媽嘅邊嘅 cousin 們？對。佢你媽嘅邊有可能會看到，有可能你媽冇看到，伊冇甲你講嘅。有可能啊！我哋即係人成日伊買係樣嘅厝人驚，所以買甲人講咧，伊看到嘅。伊爹講啊！爹講咧，都有時。了你講，你會成日講到有細漢嘅時，有捌成日吵亂過，你做甲你唔敢困嘅啥物有哦？佢基本先。即個都無咧，我 feel 的，我頭擺看到嘅是囡仔嘅。你頭擺看到是囡仔。伊嘅 feeling 是，因為我是感覺你看到即個物件，有時伊若毋是愛害你啊，有時是只是愛甲你耍爾。但我會cousin 睡嘅時候咧，我能因為逐擺我能嘅 parent 會at night 去啉酒對出去，then 叫一公斤人食，then 伊個隔壁店有一個互囡仔去耍嘅playground。then 我咧帶人去邊辦，互人去佚佗啦。你有一擺是好晏了，無人了，咱我甲我的cousin就去耍咯。咱囡仔嘛，咱有一個印度。印度人。伊查某囡仔來，咱愛耍，恁囡仔就是耍佚佗，就佚佗咯，就朋友安尼款咯。咱就佚佗，咱伊就。叫我人甲伊行喎，叫人對伊喎，但我人就嘛是來手動安尼看，就 OK 咯，就對伊咯。但我人就對，但伊就我人是
right behind 对 her 哦 OK 浪对掉浪对后尾啦then 伊弯一个弯啊弯then 伊是真正拢会楼梯的啦哦只长的楼梯只长的楼梯起啦浪伫起掉哈哈浪对行到楼梯起啊伊爱开个楼梯哦啊未起过伊一个弯尔吼我开楼梯的时候伊就无伫了哦then 无可能伊个囡仔囝会使你走得快些哈then 我人就觉得奇怪啊无惊伊若是奇怪尔then 我人就走转去我的爸母一边就问伊人伊个囡仔去伫个then 伊人就甲阮答什么囡仔你把阮两个都算尔嘛无囡仔安尼看咯你是讲看到伊个囡仔无起你还是几岁了噶kindergarten 啊去六岁了呐yeah around there yeah 所以5、6岁呢你是看到一对的囡仔行伊本是差不多上岁甲乱啦呐佚佗是他是阿妹还是阿婆是阿妹啦还是天阿妹啦阿妹了哦所以是一点了阿妹真阿妹啊一点了你是看到这囡仔行到点面佚佗你是乱对伊叫乱去你是乱对伊去去较尾者伊去楼梯啦楼梯在行弯过时都无晓乱去对去时都无晓有時候你個無驚啦，人無想第請，人是想講是囡仔啦嘛，然後特別走去媒你爸母看，誒，做你囡仔無去嘅，然後呐，你伊人就答無囡仔啊，安尼看咯，吉我話想到有可能是我細漢我袂記伊 details 所以我甲我cousin無答過這事嘅，then我人17、18歲的時候，我想到這個事嘛，then 我就去問伊啦，like 你 remember 無啊？then 伊甲我答是相像的咯。所以我能人只久無講人只久無講起你嘅10幾年啊，是人每期是伊會記面啊，你唔記嘅相啦。哇，吉利，十八步。但是，十八步你問未記 mute 你咪啊？十八步嗰啲拍我就是未記 mute 咯，我就是未記 mute 咯。你冇我未錄。你講我聽到別人嘅物件咧？嗰只正咯，我特別係咪係做一個病寫啲邊啊？寫。但係伊講囡仔，是會看到，我相信我冇聽別人講囡仔樣細漢會看到，當然大漢咧時就看袂到咧。你知咩事？我係講 CDGH 嘅位嘛，伊 heart attack 嘛。邊樣啊？嚇，แล้ว我講了，因為heart attack 嗰隻是 start with 心臟病。聽聲嘅嘛，你無風險一會死嘅嘛，有個人成個做戲嘛，一會死咯，有個人愛發作性嘅嘛，咧伊就下搏到聽，我係媽是做面試嘅嘛，所以我係媽就 suspect 講是應該是 heart attack 哦，伊看到 symptom 啦，伊就叫伊還阿婆面試，探咩去尿就知咯，然後就尿咧就尿咩物件？尿啦 ，measure 啦，measure 咩物件？measure 伊個咧 heartbeat 啦，個咧是個咧咯，然後問你真係驗到唔是喎，都冇發覺啦。By the time 伊有嘢 collapse 嘅時候，多嘅時候 ，means I think 伊是過了啦，是死去了啦，係。然後伊樣就他們叫醫生來resuscitate 伊咯，要救伊轉來嘛。然後嗰啲醫生話第一名稱嘅為病嘅心咯，係。你就係講我表小弟嗰時個1歲爾，我表小弟1歲爾，然後唔知是就破掉伊，我袂記啊，唔知是我小弟破掉伊，還是我姨破掉伊，是唔知就。你知一啲個病弟弟嘅，伊手壓啊，
讲上家不要安尼款哦，上家伊那细汉一样无关系啊。無食晒嘅人，然後你要去抱伊唔是日日請日買到抱啊嚇，伊安尼款直直入咯。แล้ว我小弟有看到講伊是看到一個 MD 嘅位入嘅啊，奇怪啊！你只看到目睭成條看到物件，是看到無物件位，安尼直直入上啊搞賣物件嘅事啊，嚇。為掉一個位上啊，無人嘅位啊，成個媽，一定知道你就是講嘅咯，你搞唔是啊？即係豆花搞唔是目睭看掉，多鐵呢？我講到多鐵，係咧，我就講應該是我係講嘅靈魂嚇標出來啦，未必俾佢破譯咯，因為伊解白白大嘛，咧我係講是外孫門好，我講本食晒人伊，因為伊甲一陣是一地細漢嘅，然後我係講有個意思，應該是 maybe 伊愛去破伊嘅什麼嘢，所以咧因為成日有趣嘅咧，我應該是啦，我 suspect 嘅，我懷疑嘅啦，冇個住啊，係啦，然後有一個是就是 confirm 是死啦，因為第一嘅鬼就被請。我可以看到靈魂走嘅時看到。So after that 嗰個 incident， 唔該去我係罵到啲鬼就講未使去 GH 先 ，because 伊個醫生可能等食久嘅哦。然後佢拄着啥事，嗰是拜過來聖拜樣嘅節哦。然後嗰時 actually 我係罵是接落來是。prefer 去 private 嘅，然後因為伊發作嘅時候是我係顧仔去嘅，然後我係顧上講要寫類嘛，你都冇寫講姊妹啊，安尼坐啲都會有類可以去大，另外也是大較 private， 唔係入面較 private， 叫啊啦，然後我是一頭仔去煮嘅咗，特別兩禮拜啦，嗰時嘅，一星期傳承嘅。一個啦，上次我講啊，哎呦，伊真正就幾個數，你講，你念經嘅我講下，伊嗰時嗰一個講個底個好啦，咱一拖掉佢叫豆花嘅時間，別，咱個點先，別，死啊！你姐你要講到這聲，講你等，講這等咧。講這個啲，OK，伊有一個朋友，我是會曉念經，解白白念經嘅。伊個朋友，嗰是規日，上個是個一個招伊買古里面厝嘅，定是個一個。伊規日有去 Botanical Garden 行路嘅，你知啊？Morning walk 咁啦。哈。唔知幾點伊去行啦，特別伊有一搭伊來甲我即個外公講下面，你知哦？你知Botanical Garden是真正濟貴嘅，伊講。那個時候我係外公 ，actually 我頂久本有幾手白白去行，無介意啦。你講好 family 規家庭有去行啦，早起嘅時 ，evening 嘅時，反去行一round啊，對厝啊，嚇，然後。伊就講是咩？伊那每都看到，伊講嚇是咯，搭我一白車爾，嚇，我要行入去Botanical Garden，嚇，伊講一白車爾，嚇，伊講啲嗰啲白車啊，甲白落嗰邊啊，嚇，嗰啲安尼大片啊，甲白嗰邊，伊講我都看到一大堆啲嗰邊行來行去，即係我外公來甲我講就，我聽咧，小佢講唔知有影無影，然後 after that 我有甲我朋友講，我朋友就講。是有影有誒嘛，根本咱行出去街路就是一大堆誒嘛，講下啦，目睭無看到，會看到啦，看到咯。然後有可能是啥物你知哦？往時你講去Botanical Garden，你看你位啦，我是聽人講啦，成個學堂啊，特別會有貴，然後就是因平常時伊無常成個那些破地，還是到咱出來，有只人會去到啲邊嘛，所以伊若是無。到底花園你看，伊人去伊地方看嘛，伊為只看了只坐長啊，陰們看，特別個無講只有人去位嘛，所以人幾隻暑假去下邊位 gather 就係看下，because 伊去未搶到嘛。但是只坐人嘅位，你成個 supermarket 啊，到時只坐去嘅啦，伊就較少出現咯。所以你若是阿妹，尤其是阿妹無人講去Botanical Garden去坐嘛，就較少嘛，所以咪是阿妹是就變做只
這位特別個無人氣嘅位咯。我等乜就款早起就係人氣嘛，阿妹是無人嘛等。哦。有時間企邊個大。แล้วก็ hotel 是啥啦？嚇 hotel 呢是話有你房間有你 floor 是冇得啲有人嘅嘛，你無是冇 fully book 是冇得啲有人嘅嘛。所以你實招成個紅險大音，樣大音大係你只紅險只人只啦門邊無人，顯可能空位啦，只係你所在人度，你幾個就是有啦，嗱，佢就講過一個故事個，你講到因為一樣數個大，嗰啲無人嘅位嘛，嚇。定估我一個表小弟，伊還未出世嘅時，伊媽嘛是我第四下嘅伊咯，我係媽嘅第四下嘅伊係嘛，伊度吹厝，伊家嘅翁度吹厝，然後度要來大地王嘅厝，伊度想講也無教人白白大金，我是大啲蜜人先嘛，嚇。無毛白定自己講伊屋邊路嘅位啊，按自己嘅嘛。然後所以伊就去找到，然後隔邊有一間空嘅厝嗰陣，應該是有聽人講，係唔知再去探聽到空嘅厝。然後伊就去看咯，伊就好個在台灣外公去看，嗰時未死過啊，嗰時應該是 before 98年就掉啦，90唔知96是97啊。然後伊就坐喺外公去看厝，然後接去嘅時，南邊加垃圾，然後個表經個有唔知招手啊，個唔知有一大堆嘅物件就掉啦，嗰啲鳥出曬人嘅物件，然後一看啊，伊講伊想愛買就係因為娃娃嘅厝嘛，落無滅人小王大不小人滅人嘛，然後嘅時。我外公講你忙買咯，講即間厝有垃圾物件。哦。因為伊 feel 會到嘛。然後我甲你講有影咯，垃圾物件到建設甲間厝都賣出。哦呀。但我有貴嘅嘛。I mean 我人是隔我一條路爾嘛，不是咪滅人，若無滅人是隔後尾一條爾嘛。然後我嘅車有貴，然後食起來還是行路有貴。去過你 plaza 嘅時。我行過，我都有看到，嗰間厝是，下面有人住的，有鞋啊，有車啊，然後有衫條條佇外口嘅嘛。伊嗰間厝有影無人住，到安尼濟年啊。哦，伊厝是邦哥羅是成個平時擺厝。你唔知咩？嗰邊滅人是厝是擺厝來嘛？哦，我冇咩知喎，滅人。破地小屋對面。哦。嗰邊一擺嘅厝來。對。擺厝咧，伊是往咧 Western Road 嚟幫嘅咪哈，是啊。伊後尾。伊較山坡落去啊，就無滅人是嗰條路。哦。有記哩。記哩個死個間厝。特別啊！我嗰陣我伊無買。特別啊，是即我一朋友嘅爸母是伊是個人啊，特別每時念經嚇呢，所以成個 meditate 咧，特別有這咩啊？即係話佢白海。伊什麼特別有念經 meditate 嚇呢？咧伊朋友講，咪是要去看厝買厝是要叫伊去嘅，咧每看 approve 先。阿伯伊在 filter 啊，你係 filter 是甲你講 approve 咯，因為伊頂到嚟正話頂到我講過，乜是嚟比較是我係個家伊朋友一間，伊朋友就是伊朋友嘅爸係看到一間咯，伊咪是伊個人講我朋友我係個朋友度點破病，到病嘅時點去落關厝，無久去落關厝，你時伊唔知咩物件本，你講特別一冇去想講貴物件，伊是 basement 嘅厝。所以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伊 apartment 已經是到啲 basement 嘅，所以即係伊淡薄伊咪通下看到頂面淡薄會傳出去嘅，所以伊咧伊講伊講特擺上上嘅時候聽到人卡門伊嘅門鐘啊，叮咚嗰時走去開門是無人嘅啦，然後樣就想講伊大門啦，伊大門嚇，伊大門成日看到 jeep 來，然後落樓梯，然後就是搞伊大門咯，然後。伊特別伊是接來厝內面嘅啦，然後但是你接來，然後你去樓頂就是別個 unit 啦，所以伊接來落樓下就是樣 unit。伊講伊特別是想講伊厝明明 within 內面別個 unit 內面嘅人係
囡仔啊，定靜一走去，如果特別特擺嘅，無幾個叮當就係去開門都看無人嘅，還是各門咔無人。耶！是啦，我係厝咪是規日來叮當，嗰度無人嘅。喲，是。哎呦！但係我規日去看咧，有影無人咧，我就問我狗無人咩？我問我狗，因為我狗真厲害嘅，我狗人行我人嘅籬笆，哦，即係背啊，殺背了嘅，所以我都奇怪，安怎伊有時無殺背？哦，可能看。特別狗唔使看到啊，更加厲害個。啲對面路一般齋有人行過，點解我飼嘅一隻？特別伊個就是白鬣狗，所以伊更加厲害咯。白鬣狗真厲害。我嘅狗嘛是咧，我人當初對面伊就會肥了，伊就知了嘅。冇事啊，都係哦，都冇人行路細辣嘅，伊人唔知點會知嘅。樣個 sensitive 啊，所以樣狗會看到鬼就成日看啊。特別我講聽咧是一巴嚟，一巴去你辦公唔係apartment嚟嘅嚇，一部很少是不個人講，伊是樣 lease 樣正是啲水處樣是有 lease，然後就一年就被 renew 一道看啊。你依家咪 renew 是要每一擺嘅，白講唔係，講讓舊時即係一半是就慢慢半了。因為伊捌來大過，伊講伊到啲伊樓骹去大時，伊講規個樓骹嘅corner個了一彎咧，規大堆規個了錢啦corner位個了。嚇！伊爸看到一隻個了，到啲corner會塌掉個了，伊講規間厝啦，規 basement 個了是幾嚟講。耶！所以伊叫人搬咯。伊成個了用是個字corner啊，講伊 every corner 伊樓骹 basement every corner 個了塌掉嘅幾個了。即做我真驚看到了啦。是呢，下了你咧豆花你個講下。我有一個是我嘅阿姨個帶嘅。係，所以下你阿姨你買餅嘅本嚇，你買餅。是嗬。啊，我就甲你講啊，我知嘅。哎呀，隻狗。你買餅，你嗰時我就甲你講啊，你是一人會看到，你看是 hereditary 嘅，你厝嘅。是咯。你所以每你看是唔是你買餅嘅？伊差唔多像嘅。是誒。對咯。我買餅啊，我真濟阿姨有甲我帶伊能看到誒。對咯。阿媽嘛是嘅。我講聽啊，是去真是去你每你買，有可能我 almost certainly 買，有可能冇看到。你買甲你講呢，是驚你驚了。你唔甲我講，我嘛驚。特別嗰個看本事有嚟。係啦，冇啦，你講你罵是定當時你在做罵人，唔係講成講我講起你古古怪怪物件，俾學你可能未必做到會計啊，做到義理嘅係嘛，所以當然咪是被保護你，咁不過你講，我會計嘅基本看到嘅。是咯。嗱，你講你阿姨伊是會看到嘅啦，伊有時不時去念經嘅嘛是啊。then 伊有兩個查某囝好大了，伊人是無相信嘅，因為伊人是大我都無看過嘛，所以人大伊無相信咯，你就 OK 咯。then 有一擺伊人就去中國一個 hotel，安尼看啊，then 伊人就住 stay。大啲咩？做咩大條一個房間，有兩個名稱，安尼看。then 我阿姨就困一個名稱，then 兩個查某囝就自幫另外一個名稱啦。then then at night 阿咩事？暗暝時，伊人困的時候，我阿姨就聽到有伊查某咧哭的聲。哦，係咪啦？搞不好嘅聲。你哭的聲，佇個房間內邊哭哦。哦，伊人嘅房間啊。then 伊就聽到，不，伊無答什麼解啦，伊嘛響到伊查某囝嘛，伊就當着無聽到，就安尼款困咯。
then next morning 嘅時候咧，伊個查某囝，伊人就好像無困啊，你看啊。哦。伊人就問伊個我阿姨啦，來昨暝你有聽到什麼物件無？你看，我阿姨就 shock 啦，有請囝啦來，昨年你會安尼看問我，伊就講OK，伊就 admit 啦，我有聽到有人哭啊，你看，伊個查某囝你聽到有人哭啊，我人更加慘啊，伊個是，但阿姨就講昨年咧發生什麼事啊？你看，伊人。伊個查某囝就答，伊是坐幫我誒人嘅名稱嚟考啊。喲！伊人就隔日伊就換伊個 hotel 了嘛。then 伊兩個查某囝伊去真濟店鋪去夾真正濟戶，去幫哦，去暗暝夾戶。嚇？伊去暗暝夾戶，食濟戶啦。哦，伊能算7、8個戶放掉，笑死我！伊當今嘛是伊走啊，嘛是有相信的咯。應該是啊。特別伊講伊聽到是伊是講有看到伊這道名稱嘅呀，哪看看到還是聽到？伊兩個看到。哦。伊是地方嘅頭咧，伊兩個就破掉，破緊緊哦。哦，佢無講嘅嘛哦。伊人唔敢講啊，伊人驚講，等於伊畫過來。哦，變過來，哇呢！我死咯！係啦係啦。你我話真正我去問伊誒，來恁個 hotel room 什麼 number 你有去背無？你去帶字啊，去買字啊。伊就魂都係背了，我看什麼好背，笑。哎呀！你想看你個甲了有講有看幾個人甲了是你買病嘅後，你去每人看啦。是咯。你去每人看這一支一啊，是你表小弟啊，表小妹，可能看到。So far，我安尼看上都有 at least 一個故事 from each 阿姨都。哦，這個伊有這個故事啦，係咪？at least 啊。拍啲。但我一個問這個三百步啊，問看三百步問別幾買按鈕你買。我試過最尾嗰啲啦，我真正無頭試，我咁講。你講如果你講嘅，告訴你個乜聽？有啊，伊可能有一單一啲伊個家己嘅厝念經嘅事。這是古里嘅厝啊？啲住住厝我係厝啊？古里嘅厝啊？是得一間？唔是啲電估一大啲嗰啲，未搬是一大啲嗰啲H Cam Road 嗰邊嘅。哦。我即係會面前咪是隻 Starbucks 咯。得嚟，我那隔嘅啊。嚇，嗰邊咪是有一單媽媽store叫 Capitan 咯，嗰啲後邊咯，嗰啲位咯。係喎，嗰邊係真正係貴。得嚟講下，我叫你 drive 明下。搞笑嘅。是唔是我叫你 drive 嘅？嗰叫咩啊？嗰啲 condominium 真正貴嘅啊，真正快水本嘅胖哥，唔知係咪啊？佢胖哥咩？你是唔是你跟你 drive 南邊這條路啊？嚇！你就係嗰啲condominium，我聽我媽都講嘅啦嚇。定估擺邊頂定估無起安尼隻 condominium，個安尼隻 flat 是頭一個 flat。對，就啲講咧，你頂到是 roundabout 嗰邊你嚇。我頭一個是 Sunrise 城區。對。After that 第二個就是伊個一隻貴嘅嘛，一隻貴嘅，一隻貴嘅。伊邊有隻嗰個硬鋼嘅嚇，伊個卡面。就是即個咧那硬鋼嘅對面咯。另外，個咧那硬鋼後尾咪是向海基咯。對。然後就是講伊對面咯。對面唔是隻坑地啦。就是講 UOB 嘅後尾，就是 UOB right after UOB 後尾嗰條路就是叫H Cam
你那是 H-Come Road 對對啦。就是賣啦，甲建厝，甲去鼓勵嘅。但係賣甲建厝，唔是因為有貴啊，因為我係講都無驚，貴嘅本因為一開始就看到嘅嘛。然後伊講伊特到坐到啲嗰邊念經，第一聽念經嘅時，伊特到念經嗰時快大聲嘅咋？伊是念佛經啊？伊是念嗰啲密宗嘅咯。密宗係咩意思？密宗上個是我聽我媽講是提北嘅。哦，提北嘅。哎呦，落大雨了，已經落大雨啊！免驚啦，免驚。超像嘅，咱嗰邊嗰啲直直落雨，我這邊冇落雨。喲，你講下。驚到我漏酒了。落大雨啊，了。伊講，伊經常咧款念嘅，我唔係你把名好嘛。哦。然後有隻車啦，因為我未曉念嘅，我就講，然後伊規日困教我念經嗰呢。然後有時伊講伊有一日唔知幾點念曉，然後伊就講 ，after that 伊要去掃門，你知哦？伊念了有時伊要白起來掃門，應該是阿妹啦。然後伊講伊看到是白色嘅，樣款大聲，款一個人嘅身軀度對啊，徛掉啲伊嘅手掌頭頂嘅。哦，到啲外口啊？大啲外口嚇，大啲嘅because 嗰啲 H-Come Road 嘅厝嗰邊嗰啲是白厝嚟嘅，所以伊是白厝嗰啲咪是有posh area 好多白車嘅，對，所以伊嗰啲手掌響是啲伊嘅 posh 南邊嘅，你知啊？是啲伊 gate 南邊嘅，唔是啲 gate 外口嘅。所以家己compound位啦。家己 compound 嘅位，嗱因為伊對面嘅嗰一排嘅厝是有超薄嘅，我係講大嘅，嗰一邊是無超薄嘅。伊嘅 compound，伊嘅 posh area 是較細過對面嘅，because 對面嘅厝是semi detached 嘅厝嚟，你去看下你就知啊。然後伊嗰啲厝長嗰時無講遮大機，就細細機就知，你知啥物厝長嘅嗰啲柳樹啊？唔是柳樹嗰啲，柳樹就是幾數個念嘅嚇。是咩？唔是，嗰啲柳樹上面有啊。不，柳樹是伊個葉成個觀念，你一條一條上一垂落來，然後呢，伊長。邊嚟嘛？那有嗰啲啲中國噶有。啊，中國啲嗰啲係咪？叫係咪啊？杭州嗰邊第一隻。我唔知。係咧，唔是。這是大曉嘅呀，大曉嘅係啊。嚇，大曉嘅，成桂子嘅，嗰啲桂子叫係咪？慘啊！我未記定嘅 Jumbo。哦 ，Jumbo 長。因為一看到一徛到啲嗰邊。頂面就是南邊。徛到啲嗰啲。長頂面。曉頂面。手掌機嘅位咯。哦。上個唔是徛啲手掌邊，而是上個啲。南邊。嘅手掌機，然後上個。伊上嗰啲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咧。我講前頭白色衫咧，款棍咧，款抽掉嘅手掌機嘅位，那伊講應該是聽伊念經真久咧，咱想講未必個彈聽，個繼續徛掉啲個邊聽。然後伊講定久一本我看過嗰邊有一個 flag，嗰是真正正嗰邊H-Come Road 嗰邊有一個 flag。隔頭經嘅，after that 佢就自己發啊嘛。然後佢就有話望去行，安尼畫嗰啲 flag 個有，還是去徛掉安尼，咕上個 hang around 嗰邊啊嚟講。伊睇隻 flag 是講你嘅 flag，到底Gleneagles 對面嗰邊嘅嚇，你 Gleneagles Hospital 對面嘅。冇咯，唔是嗰邊，嗰啲安尼 high class 嘅。唔是嗰啲咪是辦公，唔知係咩名，我哋叫辦公 condominium 嚇。唔是嗰啲前期嘅是個貴來這邊嘅。頂一日個有人14人個啊！嚇，特別是另外嗰隻 flat，14人我同你講了，
我姨嗬，我这是最近啊，最近啦，舊年數年，然後報紙本有電話，佢講到好笑，因為他是人個好笑。我講你在這邊水會好笑，我講這邊水會好笑，就是因為嗬，我係姨嗬是真正300咧，我有兩個姨嗬，我係媽是做大姊嘛 ，after that 嘛，我係兩個姨做 twins 咯，然後這兩個 twins 點解我規日跳係嘛講，點解樣做查某囡仔大啲？點解樣細漢嘅時是大啲 green hall 嘅，然後 green hall 就是我海基嘅嘛，就係，然後海基就一人去跳海做曬嘅嘛。哦。嚇！點解真正一人去嗰邊跳海做曬嘅？然後伊講特到響跳海做曬了嘅人嗬，人也是來叫。叫嗰啲馬達。叫馬達來咯，然後常叫私人車來咯，然後有時嘛是有 ambulance 係啥物物件咯，看過喊救無嘛，係啥物？然後伊講咪是等咯，然後咪是有 siren 等嗰時，伊講樣就規隊人，只隻嘅背嘅人咪是衝落去看咯，直接有嘅嘛，係哦。然後伊講我真落嚟伊嗬，就會規日衝落去海基去看樓作咯，去看死人咯。但所以我嘛講。伊跟我哋小買是300嘅，有啲上咗300部，規日去招我媽看咯，就係招我媽講，行，拜拜落去海基去看，然後我媽講，我今日落去看死人，然後樣落叫打地掉落去，然後頂一節嘛是人，即叫大波動畫車對來第一 flat 嘅位，咧一 flat 是啲 apartment 男是叫 flat，咧一度叫。remote control 但伊 apartment 是有 gate 嚇，但伊 gate 開，我未記唔知有格無格啦。然後開咧，伊啲一未開嚇，咧伊車就白掉，只暗咧，一般名三間個對厝，伊是個一種，啲佢是無正經嘅人嚟啊，我感覺。然後應該是得罪到人啊，了人車。哦，車人嚟睇。嚇，車人嚟殺，因為 M 個只準咯，就係。哦 ，M 就咪架稱啊？嚇，也稱病死伊嘅，個病啊就轉過，然後你啱好發生嘅事，我過去找我姨喎，我姨就住啲 H-com lane 嘅後尾嗰一條路，就是點講我外公嘅厝嘅後尾嗰一條路，嗰條路唔知叫啥物名，然後我姨就講，要載我去食 breakfast，然後食過來幾點啊？是唔知。差不多要出去食了，然後放伊個先放伊個孫去 kindergarten，然後甲對來唔知個帶孫還是去載，我係一定要甲你白白去食，然後甲你 case 病嘅嚇是半暝3個病，所以7點嘅時就有馬達來了咯，應該是半暝就有人來啦，特別因為天暗蒙蒙，那樣馬達應該是被做事嘛，因為被做成個 CSI 做 investigate 嘛。然後咪是就等較天貴咯，然後咪是哇個帶狗就帶嗰啲 Alsatian 叫係咪啊嚇？狼狗嚇 ，Alsatian 是狼狗係嘛？大狗嗰種嚇 ，Alsatian 啊 ，German Shepherd 嚇，大隻嗰就唔一伊真正水白啦，咁樣大隻，然後伊馬達個牙卡落掉，然後我只叫伊嚇就是 one of the 大漢嘅啦。After 我係買the first twin 啊，伊就講係咪你知啊？你知哦，早起唔知我早起6點嘅時我就聽到砰一聲，只大聲。伊講聽會到，伊講第一處就聽到啦，砰一聲。哦。然後嘅時伊就講，嗱，當年8點幾嘛，伊會順8點嚟去學堂嘅嘛，8點入學嘅嘛。然後伊嘛是7點幾挖來我厝在。在我那個房嘅時候，那個話就對伊厝嘛。然後有時伊就講，嗱，我係車，伊講當天砸落咧，伊甲我講安尼，伊講當天砸落咧，伊講車本袂使換小件，伊講咱只馬達看到我係車，伊講我當天擺我係車這邊，你行過去，伊腳行過去對面，你知啊？咱伊講對面嗰邊，伊講你去看嗰個安哥啊，哪幾腳看車嗰邊，然後講。
我假使我咪我在意個在300塊嚟啊！我在意就少，我在意無愛落去梅，我在意家己愛在，你就一直冇被在。有陣時咧，一般大陸車，伊要叫我家己做伊 reporter， 要叫我做 extra。有陣時我咪是假使啦，我假使講我講，唔係啊，我無解講埋我。都只 uncle， 我見到只 uncle。你講你哪個馬達看到一隻狗啊？你German Shepherd 嘅狗喺個邊啊？行到行過去，然後你去 approach 人，然後你去問一樣，看到佢係你做代表啊？哈！你講你問話真啊？你陣時我講，唔係啦，我講馬路，我講就係病死人啦，我講你義理嘢，我因為我有 phobia 死嘅。我真驚死真驚死物件。特別若是鳥鼠細細食死我都無驚，若是我家己狗死我本驚。我然後我係外公，我係來公司嘅時，我係外媽死㗎，我係做死嘅時候，我無去望伊人嘅啊。你驚？驚，然後上個。頭定個我看我外公死了嘅時候，我規暝未困嘅，因為伊面無記憶，特別我家己就是有嗰個phobia，我驚嚇，家己哪想哪驚嚇了，我驚死，然後我驚觀察，然後佢有個嚇，我驚，我甲你講，我聽樣，因為點講我witness嘛是有。道醫些人食真本嘅，有啲些人就有道醫些，然後 Christian 嘅人就較少嘛，所以我知啦，道醫些樣亂嘅哦，真係你嘅，層，那個我呀，道醫些哦，你傳播真係啲拉啲大，你嚇，伊個西公念嘅時，佢念個真係你嘅聲，佢唔知念下咩物件一大堆。對。我看樣做嗰個粿條啦，我唔知係咩，個食嗰啲燒嘅物件啦，食義理啦，對我來講是一副標啦。我特到嚇人死嘅時，我 make sure 嚇佛教樣有擺菊花啲一個死人嘅身軀嘅，係咪？嚇，先無擺嘅嘛，佛教嘅人教擺花啲嘅身軀嘅嘛嚇。定估我做死嘅時，搞我外公司，搞我外媽死嘅時候，來公司是覺得有擺花嘅，就，然後我就到，我無可能講我無擺嘅嘛，因為我無擺嘅話，等我爸就會來請我講，這邊都無擺係啥物鬼啊？那時我姨嘅時我哥，咱就對上我了，那時候我就被乖乖去擺，咧就當make sure講我手無動到人嘅觀察，我make sure我個講我個掠掉我嗰啲 sleeve make sure 衫嘅啦，無我 make sure 講我 T-shirt 都無動到我嗰啲觀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講嗰啲事啦嘅，因為一度叫我過去。因為我買過去，有陣時伊就講我講我個條啲講這理由，我講那這個狗教咧，我講小小嘅嗰啲狗是大隻狗嘅，我講嗰啲狗佢是快惡嘅，講佢是又係獵菜，但我唔知伊會起小卡掉，我講別，講有馬達徛到個邊過狗嘢狗，我無事嘅，我行過去，你講我當年叫你行過去嗰啲安哥嘅位，去問嗰啲安哥當天安怎了，investigate 安怎了，嚇，係咪安尼就？因為我講唔係啦，把你病死人甲唔夾地，我講無知嘛，你可以行過去。講這就是這樹嗬。你聽到聲？哎呦，多聾啊！是真係聲你講？是啦，你去到嘢。我嘅 YouTube 會吹。水天堂。咦？我 YouTube 會吹啊！我看我放我吹佢。即係你，問咩？等係有家人嘅。是真係聲。你好。做講對聲真係咯。OK，就會講。特別對你就少人上次導醫。嚇，較少啦，我較少人嚟擺，較濟較靜，使放嗰啲佛經啊，波還是像 modern 啲佛經嘅嚟放。
然後我媽媽過去，我講爸你病死人，我講伊哋就是伊個魂啊，無走回，我講伊就是唔吉利嘅，我講個阿媽還安可能病死嘅，我講可能殺嘅，我講伊就是較濟無好料嘅，唔是佢家己死嘅嗬，我講唔係啦，咪過去啊，我行對厝啊啦，我講你唔是要載醫療咩？我講伊不得有啊，行我不得有啊，一直咩趕佢走，冇啊，呢個咪走啊，伊是會，伊個同我講你咪落去嚇，我同你講，你是會我咪載你去食breakfast嚇，我阿媽同我講啊，我check燈喎，伊個 check 燈嘛，咧佢講我等陣部載你對你個對厝，我講過，那時候我講，唔，I want to back 落去，伊講 OK，哇，你就係堂課㗎。convince 伊來講教我白白落去，嘅嘢愛我落去。哦。OK， 我白好我車先。然後有咧伊是行去，我行伊後尾咧伊安尼大膽，伊唔咧行去，伊唔咧到行去，本來已經唔嘅，安咗啦。所以是嗰啲課，然後我咪是看到課卡咪是擺嗰啲伊樣 CSI 嘅嗰啲一壓嘅物件咯，然後擺嗰啲 number 咯，擺啲課卡咯，咧有啲隨證據咯，然後伊個車嗬，嗰啲死人已經無地去啊，然後伊個車伊唔知換，伊上個是換剎車還是換嗰啲蘇蘇機啊，應該是換嚇白掉嗰邊，然後伊人就講病個就轉咯，病啲嘢頭魚，然後就講嗰啲人成時應該是節目多了。俾佢嚟病咯，已經夾破去啊嘛，something like that。你都冇看到你魂喺對咗噃啊？係咪魂？你鬼魂都嚟對咗啊？冇啦，少。上個頭花constantly 規節看到。你豆花，然後你講過一個後尾一個。哇！可能找係咪？正樣？係啦，正較驚咯。你講啊？哎呦，神你問我袂記啊！你記白字，阿冇白字，你個到底嚟？冇你暗嘅時間，到底嚟甲我講過。會使。你笑笨笨啦！你講嘅物件真係真好聽嘅，所以你有嘅時你笑笨笨啦，寫起來成個三百步呢嚇，寫起來你時你甲我講咯，係咪物件白字事？好，誒，感謝你老呢暗甲我講幾個數啊！呢個感謝你朋友背咯。你朋友走啦？嚇走啦咩？困了，愛困呀！好，感謝。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攞嚟只舊講幾個數三百步加豆花，感謝。當然落大雨啊！你看，你講個佢哋暗呀，你講卡，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能夠來再見各位，拜拜。拜拜。拜拜。